鄭安庭議員。多謝主席。譚司長閣下、各位官員、各位同事，自回歸以嚟，本澳受惠於博彩業、旅遊業嘅平穩發展，社會經濟持續增長，加上中央政府實施自由行嘅開放政策，逐步放寬內地居民嚟澳旅遊同埋消費，以及內地與本澳簽訂 CEPA， 促進兩地嘅共同繁榮發展，加上外資不斷嘅流入，而短短喺幾年間，澳門嘅人均 GDP 躍升為亞洲嘅首位，成為世界第一大賭城。澳門表面好似一個歌舞升平嘅福地，但係事實上，澳門嘅市民是否真正安居樂業呢？從2002年到2001年，近呢10年嚟，澳門嘅整體土地面積雖然增加咗超過3平方公里，但係因為同一時間居民嘅數目同埋入境旅客嘅數字亦大幅增加，澳門嘅人均土地面積比10年足足減少咗1/4，就係唔算嘅旅遊遊客嘅數量，淨係計本地人口，人均土地面積足足少咗20%。呢個唔僅係數字上嘅問題，亦係我哋非常真實嘅生活問題。只要我哋澳門居民一出街，澳門居民就會感覺到有啲逼爆嘅感覺。截至今年9月，澳門外勞數字已經超過咗13萬，佔全澳人口嘅1/5，即每5個人之中就有一位外僱人士。隨住經濟未來嘅發展，以及數年後路氹多間博企項目相繼落成，有經濟學家估計，外僱嘅人士可能將會增加到5到6萬人，先可以滿足人力資源嘅需求。屆時，外僱人士將接近20萬人，佔人口總數嘅1/3。司長開放大批外僱嚟澳，有否諗過所引申出嚟嘅問題？龐大嘅外僱人口一方面助長樓價嘅居高不下，而對澳門嘅交通、醫療、市民嘅生活空間都帶嚟嚴重嘅負擔。請問司長有冇考慮過澳門嘅承載力？司長有冇前瞻性嘅政策？第二，我講講關於通脹同埋長者退稅嘅問題。2014年嘅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，特區政府推出多項紓解民困嘅計劃同埋補助嘅措施，力求還富於民。但係為何現時本澳嘅居民嘅不滿情緒有增冇減呢？歸根到底係因為本澳居民未能真正享受經濟發展嘅成果。根據統計局資料顯示，今年9月澳門消費物價指數為125.03，到10月更升到125.22，通脹比率比去年同期上升咗6.12%。數據反映咗居民嘅收入難以抵抗通脹，百物騰貴，居民嘅生活難以為繼。另一方面，政府一直推廣原居安老，鼓勵長者與家人同住。但係夾心階層嚟講，所謂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兒，既要供樓又要支付通脹照顧家庭，而好多家庭亦需要輪班工作，可能要照顧子女嘅時間都唔夠，仲要花錢去請人照顧家中嘅長者。高昂嘅費用確實令到無數家庭百上加斤。請問司長，我哋點樣去照顧長者呢？教我哋啲小市民點樣去可以原居安老呢？請問司長，會否針對65歲以上與長者同住嘅家庭推出特別嘅退稅措施同埋其他福利，以直接減輕市民嘅負擔同埋壓力？與此同時，又可以鼓勵家屬與子女與長者同住。第三，我想講下呢個中小微企嘅支援問題。早前天兔襲澳，我哋去探訪啲小商戶，好多小商戶都向我哋反映，長年受到天災嘅影響，而政府多年未能根治嘅水浸問題啦，經常令到佢哋蒙受損失，以至內港地區幾間好多商鋪為例，包括電池鋪啊、電燈鋪啊、凍肉鋪啊，喺水浸期間，佢鋪頭嘅貨物同埋電器都全部被海水淹沒，甚至有一些靠送貨嘅揾食嘅車都未能幸免，損失慘重。喺澳門經濟尚未形成多元化嘅格局嘅環境下，相對經濟實力薄弱同埋經營模式較為被動嘅小商戶同埋小企業，
已經受到不同程度嘅衝擊，加上呢啲飛來橫禍，更加雪上加霜。生產工具一旦被毀，市民可能手停口停。司長高瞻遠矚嘅規劃發展嘅時候，有否諗過呢班支撐着本地經濟嘅主體群嘅苦況？知否有多少災情影響同埋損失參重嘅商戶因無法重新經營而倒閉？雖然天災對我哋嚟講係無法避免嘅，但係好似好多小商戶，一年佢哋面對3到5個颱風，佢哋只會喺自己嘅鋪頭度望天打卦，希望而家嘅資訊特別咁好嘅時候，佢哋知道颱風嘅威力，佢哋亦無法抵擋，只好要喺鋪頭度呢聽天由命。咁希望司長可以做啲補救嘅措施。澳門庫房充足，各種基金資助齊備，唯獨沒有救災基金。希望司長會否考慮下設立一個救災基金，及時幫助受災嘅市民同埋小微型嘅商戶，透過發放津貼補償，幫助佢哋渡過難關，協助損失慘重嘅商戶重新經營。多謝。